迎大家出席快樂辯論挑戰杯2026第2輪賽事。我係今日嘅主席，保良局8週年李小忠紀念中學嘅中文辯論隊隊長馬佩林。坐喺我隔離嘅係計時員，亦係我隊友林心月。今日嘅辯題係雙辯題，甲方支持人類現時不應尋找外星人，乙方支持人類現時應尋找外星人。依家先介紹對賽隊伍，甲方港大同學會小學。乙方東華三院蔡榮升小學。依家等我介紹雙方辯員，甲方主辯蕭以喬同學，甲方一副黃成俊同學，甲方二副牛正賢同學，甲方結辯何文漢同學。而喺自由辯論環節，主辯同一副將會由自由辯論員黃思清同學以及唐心月同學進行提問。乙方主辯林佑達同學，乙方一副鐘卓希同學，乙方二副黃仲軒同學，乙方結辯譚樂晴同學。我哋好高興請到3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佢哋分別係播道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馬永林先生、中華基督教會明基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潘寶儀小姐、香港大學李兆基堂中文辯論隊隊員容雅琳小姐。本場比賽分主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共5個環節，台上發言時間係2.5、2.5，自由辯論則為每方2.5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叮1響提示，夠鐘則有叮2響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予各參賽學校，請問在場各位有冇問題？冇嘅話，依家先請甲方主辯發言，你有2分半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史上第一粒人造衛星，自此打開美蘇太空競賽嘅序幕。龐大嘅開支成為後來蘇聯解體嘅導火索。毅力號重返地球計劃成本暴增，進度大幅拖後。國際太空站同中國太空站將分別喺2030至2031年結束壽命。68年間，人類不斷發展太空科技，但嚟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係時候停一停，諗一諗，到底現時仲應唔應該繼續追求科幻作品中嘅虛構橋段呢？既然辯題討論嘅對象係全人類，咁我哋一於套用聯合國共同議程提出嘅發展願景，即係人類能否走向更綠色、更美好、更安全嘅未來呢？我方認為尋找外星人唔可以幫助人類達成願景。先講綠色未來，太空任務污染嚴重，破壞環境，加劇氣候危機。倫敦大學同美國太空總署報告指出，地球平流層污染程度破歷史紀錄，幕後嘅黑手正係火箭發射同解體排放嘅污染物。再講美好未來，太空探索如吞金獸，令地球資源捉襟見肘。呢頭聯合國資金短缺，面臨財政崩潰危機；嗰頭火星樣本返回地球計劃開支增至110億美金，而國際太空站嘅總開支亦早已經突破1000億。屋企已經要借錢還債，我哋仲點有餘力開展新嘅計劃呢？最後係安全未來，外星文明善惡未知，隨時帶嚟滅頂之災。霍金曾經警告，外星人一旦到訪地球，後果就可能好似哥倫布發現美洲一樣。對於當年科技落後嘅原住民嚟講，呢種接觸帶嚟嘅唔係交流，而係災難。當兩大太空站都會喺5年內相繼退役，有方支持尋找外星人，係咪要重新建造太空站？咁要花幾多成本，耗用幾多資源呢？多謝各位。甲方主辯所用時間為2分0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
跟住係月光主辯，你有2分鐘、2分半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上星期美國戰爭部解封咗162份外星飛碟及外星人相關文件，證明咗外星生命體好大程度唔再只存在於人類嘅幻想之中，而係確實存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對外太空總係充滿好奇心，由伽利略發射望遠鏡探索星空，到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到近年發射太空船，都唔係只係大國嘅專利，證明咗人類從不止步於地球，而科技嘅進步都從未停止。今日辯題中嘅尋找係探究嘅過程，唔係科學中探研真相嘅經過。科研從來唔會未卜先知，所以尋找外星人並非等於已證明到佢嘅存在，同時尋找外星人並非等於已證明到佢嘅存在，並目前最具代表性嘅 SETI 研究所，主要透過被動接收與主動探測兩大方法研究外星生命。因此，今日辯題係指喺太空科技成熟嘅前提底下，人類是否應該探尋人類以外嘅生命體？我方認為應該，原因有二。首先，探究外星生命體係科研精神，唔應該因為陰謀論或者擔心而放棄。好似居里夫人當年咁樣，雖然面對未知嘅輻射風險，但佢依然堅持探究，而家先發現到鐳為人類帶嚟進步。同樣道理，外星人存唔存在係客觀事實，唔會因為我哋嘅退縮先會消失。如果因為驚就唔去揾，只係自欺欺人。相反，勇於行出第一步去釐清真相，先至係科研精神嘅最高體現。其次，未雨綢繆好過自欺欺人。今日有方不斷話揾外星人好危險，但其實係本末倒置。外星人存唔存在係事實，唔會因為我哋驚就消失，更加唔會因為我哋揾先至變得危險。正如沿海地區會裝海嘯預警系統，主動探測係為咗掌握資訊，早做準備。中國天體物理學家、香港太空研究實驗室執行長蘇木支持探索太空，因為除咗滿足好奇心、推動科技發展外，人類更要為文明留後路。釐清真相總好過喺未知中恐懼，咁先至係人類文明負責任嘅表現。最後想問友方，第一，歷史都證明咗恐懼會帶嚟唔會帶嚟進步，你想人類進步定原地踏步？多謝大家。月方主辯所用時間為2分33秒，補課時無需扣分。跟住係甲方第一副辯，你有2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人類應否尋找外星人呢個問題其實探討已久，咁點解今日仲要繼續探討呢？因為每個時代都有獨特嘅時代背景，而點解辯題要加入現時呢個時間條件？現時係幾時啊？係俄烏戰爭持續嘅第4年，係美國拒絕伊朗中案提案嘅時刻，係大氣層中平層污染嘅歷史最高紀錄，係聯合國面臨史上最嚴重嘅財政危機嘅關頭，同時亦係國際太空站退役嘅最後5年。友方如果支持人類現時應尋找外星人，就必須喺5年之內設計同埋發射新嘅太空站升空。因此，我方主辯最後問友方有冇諗過要幾大成本啊？第一，友方冇回應，可能係友方由討論開始就忽略咗現實執行嘅代價，又或者係友方都知道打造太空站係天價工程。事實上，就係建造國際太空站就已經耗費咗504億美金，而根據美國太空總署報告，太空站每年運營嘅資金亦都高達30億。呢筆錢可以做咩？可以救返全球最大嘅國際組織。聯合國目前有15億會員費未追返，仲起碼有20億維護費用未收返。今年1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資金可能喺7月前耗盡，8月就要關閉總存款，9月就要取消例行大會。與此同時，世界糧食計劃署指2026年將有高達3.18億人面臨危急級別嘅飢餓，但係資金就淨係足夠俾大約1/3嘅受援者提供糧食援助。最後，我想問友方，要尋找外星人，使唔使回收火星
樣本做研究，但係獨立審查就指出，毅力號火星樣本回收計劃成本高達110億美金。如果人類有110億，點解唔資助聯合國同埋其他人道組織呢？多謝各位。甲方第一副辯所用時間為1分5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乙方第一副辯，你有2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一副，我想澄清翻雙方嘅立場同埋重點。有方同學就話咁樣係會嘥錢，揾外太空生命而家已經係非政府嘅專利，例如航天公司 SpaceX 等，都證明咗太空領域已經具備咗極高嘅商業價值同埋科研動力，而唔再單純咁樣去依賴政府嘅撥款。有方唔夠長遠，是幾多可衡量，但係不過必要開支。有方同學計嘅係錢，但係不過我哋計嘅係文明。金錢可以再揾，但係不過如果文明因為我哋保守而失去咗應對危機嘅機會，咁嗰種損失係幾多錢都衡量唔到嘅。今日有方擔心好多嘢，佢哋又話課金話揾外星人係會有滅頂之災，咁但不過同學企圖用榮人效應嚟製造恐懼，忽略咗知己知彼先至係最有效去避險嘅。例如地震預警系統，地震預警唔係製造地震，而係同死神搶時間。天氣報告睇氣象衛星圖唔係揾風打，而係揾路行。煙霧感應器裝感應器唔係引火燭，而係塞漏洞。電腦防毒軟件掃描電腦唔係引黑客，而係揾病毒。揾外星人從來唔係就咁揾咁簡單。前 SETI 研究所所長吉爾塔特就認為揾外星文明就係好似宇宙嘅盤點，佢就形容揾外星人係一面鏡子，係透過科學探測嚟重新澄清翻人類喺宇宙入邊嘅定位。最後想有方回應我方主辯嘅問題。第一，歷史都證明咗恐懼唔會帶嚟進步，你想人類進步，但原地踏步。第二，你認唔認同科學價值人類進步係無法用金錢嚟衡量嘅呢？最後想問有方，你係咪希望目前一切嘅太空探索停止，咁先係對人類最好呢？多謝大家。乙方第一副辯所用時間為2分鐘，冇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甲方第二副辯，你有2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聽講外星人嘅視覺同人類唔係好一樣，今日嘅有方似乎都睇漏咗幾樣嘢。首先，我哋唔係否認探索外星文明對人類嘅科技沒有進步，但係我想問，發展科技關外星人咩事呢？首先，我想問有方，似乎睇漏咗題入面嘅人類。有方話金錢可以揾，但係外星人就係一定要而家揾，但係我哋唔係魔術師，錢就係得咁多。不如有方你都可以指出點解我哋會有更多嘅錢，同埋我哋揾外星人同埋其他項目係外星人多啲，定係其他項目需要嘅錢多啲？有方似乎都睇漏咗題入面嘅外星人。有方探索太空可以促進科技進步，但係發展科技關外星人咩事呢？到底有方話科研成果係因為研究外星人，定係因為將啲大量嘅資源同埋時間投入落外星探索之中呢？最後有方睇漏咗本書2015年雨果獎得主三體啊！三體作者提出咗黑暗森林嘅法則，宇宙就好似一個黑暗森林。現時人類連最基本嘅智慧能力、星際跨越能力都唔識，就好似一個啱啱出世嘅嬰兒。我哋唔知道森林入邊有冇獅子或者老虎或者更多未知嘅獵食者。在座各位，你會點起篝火定係隱藏行蹤呢？最後想問有方，如果你眼前有價值1000萬嘅怪味糖，食咗之後有機會令你聰明10倍，都有機會令你全家死晒，甚至會令你乜都冇，咁你會唔會買呢粒糖呢？多謝各位。甲方第二副辯所用時間為1分4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乙方第二副辯，你有2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去到二副，我想用3個不字嚟形容有方今日立場。第一，唔願意相信。有方話科學嘅發展並唔需要揾外星人，咁我哋要做咩呢？佢咪即係而家已經做緊啦，但係太空探索一停低就冇得再推進。第二，唔對未來有希望。有方話揾外星人好危險，咁有方就錯誤歸因，因為如果最後好似有方講得咁危險，揾一揾都係咁樣，咁點我哋唔把握主導權，未雨綢繆，居安思危呢？揾外星人並非引來危險，而係透過科學精神將未知風險化為已知資訊，為文明留後路。如果人類因為驚危險就停止探索，我哋今日係咪應該繼續匿喺山窿度驚打雷呢？第三，唔明白有方話我哋嘅資源有限，我哋的確資源有限，只不過而家好多第三國家，例如可能印度都已經喺度發射緊太空船，所以的確係大勢所趨。最後俾有方3次機會嚟回答我方主辯一開始問嘅問題。第一，歷史都證明咗唔會帶嚟恐懼，唔會帶嚟進步。你想人類進步定原地踏步？第二，你認唔認同科學價值？人類進步係無法用金錢衡量嘅呢？最後想有方再次回答我方一副問你嘅問題，你係咪希望目前一切太空探索停止晒，先對人類最好呢？多謝大家。對方第2副辯所用時間為1分35秒，無過時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每邊最多可替換2位辯員，請進行替換。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2分半鐘發言時間。當一方發言時間用畢，另一方可派出1位或多位代表用完剩餘發言時間發言。台上所有辯員都必須發言。若有辯員未發言，將因應未發言人數喺每位評判嘅分子上扣除1至3分。本環節設入最佳自由辯論員，為咗評判評選，請雙方辯員介紹自己嘅名字，先係甲方，然後係乙方。我係唐心月。聯合國資金7月。唔好意思，而家係介紹名字，即係介紹自己嘅。我係黃之清。我係歐正耀。我係何文漢。我叫林友達。大家好，我係鐘卓希。我係黃總添。我係譚樂晴。好，唔該晒所有同學。提名評判喺評選最佳辯論員嘅時，最佳自由辯論員嘅時候，請選出3位，最佳者填30，次佳者填20，餘下1位填10，其餘5位同學則不用填寫。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甲方先派出1位辯員首先發言。聯合國資金7月就唔好意思，你準備好開計時。聯合國資金7月就會耗盡，個個都唔夠錢，尋找外星人真係可行咩？啱啱其實我已經講咗啦，我哋嘅資源的確係有限，只不過其實我哋而家揾外星人已經係大勢所趨。咁我又想問下有方同學啦，我哋而家唔主動揾外星人，唔通要等到危險臨頭先後悔咩？首先多謝有方承認，我哋而家資金已經用晒啦。但係我想講，你而家冇辦法證明揾外星人對人類有好處。有方同學，但係如果你唔揾外星人嘅話，咁如果外星人要嚟殺我哋嘅話，咁你要點算啊？有方同學可唔可以答咗我方主辯同埋一副都問嘅問題？我哋國際太空站喺2030年就會退役。請問有方同學，如果真係要揾外星人，有方同學係咪想喺5年內做多個太空站，送人嚟上太空呢？冇話唔可以㗎。首先多謝有方承認外星人可能對我哋人類有造成威脅，但係我想講嘅係，如果你都知道而家外星人會對人類造成威脅，咁點解你要繼續去揾呢？咁可能如果佢已經知道我哋嘅存在，佢唔過嚟揾我哋，係咪真係證明佢可能對我哋沒有興趣？咁如果你咁樣再繼續去揾佢哋，咪揾死咩？有方同學，咁你嘅意思係冇揾佢哋，唔好揾佢哋就真係冇威脅啦？
有方同學，你咁樣講就錯啦，因為咁樣我哋唔揾佢嘅話就冇威脅嘅話，我反而覺得咁樣係正確嘅。因為當我哋如果去宇宙嗰度探索，我哋做到而家仲未見到個外星人嘅話，咁外星人本身對我哋有方同學亦都承認咗外星人對我哋係有風險有問題嘅。咁你是否又可以為成個地球嘅種族去擔保呢個風險去尋找外星人呢？我哋而家根本都唔知外星人係有冇威脅嘅，咁同埋如果真係有威脅嘅話，咁我哋而家正就係要揾外星人未雨綢繆，咁到時候如果佢哋真係威脅我哋嘅話，咁我哋咪可以有機會去防到佢哋咯。有方同學，我方二副啱啱都話過黑暗森林法則，我哋人類而家連最基本嘅聲帶通訊功能都未完全掌握晒，就好似一個嬰兒咁樣。如果有方同學堅持要我哋去揾外星人嘅話，外星人隨時都有可能會可以殺咗我哋嘅嬰兒。請問有方係想全人類面對滅亡嘅危機，定係等到我哋掌握咗所有嘅技術之後再去揾外星人呢？我哋只係話現時唔可以尋找外星人，冇話將來唔可以。但係如果人類因為害怕危險，所以就停止探索嘅話，咁今日我哋係咪應該仲係匿喺山洞嗰度害怕打雷呢？我冇話過我哋唔應該探索，只係話而家嘅時間唔係好合適。咁而家係咩時間啊？而家我哋資源已經用晒，咁你邊度有錢去揾外星人呢？咁請問我哋要等到幾時先至去揾啊？多謝有方同學，首先都已經係認同咗我哋嘅觀點啦。因為地球而家就係因為冇資金冇資源去進行去研究。咁而家既然都冇資源冇研究啦，咁點樣上太空呢？我哋係咪應該等我哋將地球所有都研究好啦，咁跟住我哋先再去研究點樣上太空呢？有方同學，你研究好同研究好未？你都唔會改變到外星人嚟殺你哋或者嚟揾你哋嘅意圖嘅喎。但係有方同學，黑暗森林法則我哋都提過好多次。如果我哋唔主動去揾佢哋有可能發現唔到我哋。如果我哋將我哋嘅資源用嚟自保嘅話，唔係仲保險啲呢？就好似國家唔投資比特幣咁樣，係因為佢哋財政發展保守。如果財政發展保守，點解人類嘅發展唔可以保守呢？甲方已經耗盡其發言時間，乙方現在尚餘1分18秒，可自由派出辯員發言。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首先，我就係想問翻你一條問題：如果而家要等到科技完美先至肯去踏出第一步嘅話，咁人類文明係咪應該永遠只可以原地踏步呢？咁而且仲有，我就係想問，我哋而家正就喺度未雨綢繆緊啊嘛，咁所以而且仲有我哋就係如果我哋揾外星人就係未雨綢繆，咁到時候如果佢哋真係威脅我哋嘅話呢，咁我哋就可以防禦，同埋我哋你又點知佢哋一定係會去威脅我哋嘅呢？有方同學，同埋請你回答翻我方嘅問題。第一，歷史都證明咗恐懼唔會帶嚟進步，咁你想人類進步定係原地踏步？第二，你認唔認同科學價值？人類進步係無法用金錢衡量嘅呢？唔係，仲要繼續未啊？仲有下次我亦都想有方再次回答我方一副問你嘅問題，你係咪希望目前一切太空探索停止晒先對人類最好呢？而且我仲有想知道，就係而家如果唔主動去尋找嘅話，咁唔通要等到危險臨頭嗰度先至後悔咩？乙方嘅發言時間亦都已經用畢，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現有台上辯員係未曾發言嘅？請而家如果冇嘅話，請而家台上同埋台下辯員可以同埋自由辯論員可以進行翻更換先。現在係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1分鐘時間預備，現在開始。第一，我哋從一副開始，佢主要講係嘥錢嘅問題，然後咧，第二副就講黑暗森林，黑暗係嘥錢，即係就話，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歸納咗佢就話。
預備時間結束，先由各方結辯總結。你有2分半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即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人類真係好渺小，但係究竟有幾渺小？浩瀚嘅宇宙、歷史嘅長河入面，有無數嘅人都好好奇，除咗地球外，仲有冇其他嘅生命體？於是，當蘇聯太空人由李加加林喺1961年代表全人類第一次衝出地球進入太空，太空時代正式來臨。人類點解要探索宇宙？走向太空不僅係科技驅動嘅結果，更係人類文明為咗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實現永續發展嘅必然選擇。今日有方係悲觀同膽小，佢哋企圖用未知嚟製造恐懼，用萬一嚟抗拒任何進步。但安於現狀，因未知而卻步，係從來唔會帶嚟科技嘅進步、人類嘅進化同對未來嘅保障。古代航海家為咗尋找新土地，勇敢咁開住帆船航向大海嘅盡頭，咁樣證明咗人類嘅本能就係不斷拓展生存嘅疆界，從海洋到太空擴張居住空間係歷史嘅必然。如果當初居里夫人因為驚輻射而停止提煉鐳元素，加加林因為驚火箭可能爆炸，所以唔敢坐飛船上太空。古代航海家驚大海會吞噬佢哋，而唔去探索大海，人類只會裹足不前，科技又點會進步？我哋都明白探究科學有好有壞，結果未必一定係美好，但唔開始就永遠唔知。今日有方同我哋一樣，都冇預測未來嘅水晶球，但分別係我哋願意踏出呢一步，展露我哋嘅科學精神去尋找外星生命，唔會因為未知而放棄，更甚至乎係居安思危，做好準備，未雨防霾，並非自欺欺人。當外星生命已經唔再存在喺幻想同虛構，而家唔主動尋找，咁幾時先係好時機？多謝大家。所用時間為2分1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最後由甲方結辯總結，你有2分半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總結自由辯論，有方同學已經承認咗地球上而家係無積木唔夠金錢，亦都係不可能可以去發展或者去向宇宙發展。難道有方應該因為滿足好奇心而輸咗全人類咩？你哋可以為成個全人類擔起風險咩？其實我方立場非常清楚，就好似而家尋找外星人唔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反而係有方同學呢樣又要，嗰樣又要。有方要慳錢解決眼前嘅危機，又要實現穿越時間嘅遙遠夢想。有方嘅同學要保障人類安全不受侵襲，又要外星人將科技同埋知識拱手讓人。有方同學要太空競賽不再重演，又要將太空打造成人類嘅共同目標。只可惜現實世界唔係科幻小説，我方嘅主辯講嘅航太歷史都已經説明咗啦。尋找外星人之路注定非常之困難。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方要辯最後講嗰粒怪味糖呢？要價非常之昂貴，可能會有嚴重嘅後果，亦可能就係得個吉。其實唔好，啱啱好係對應咗尋找外星人嘅3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投入咗龐大嘅資源，成果不成比例嘅。因為根據美國太空總署哥達特太空中心研究指出，就算外星文明真係存在嘅，交流本身都會因為能量消耗過大或者等待時間過長而成本極高，投入同埋回報不成比例，包括人力、時間、金錢、精力等等。第二個難題潛在風險極大，後果係不堪設想嘅。霍金曾經警告過，同外星文明接觸可能會帶嚟毀滅性嘅後果。由於哥倫布抵達美洲之後，原住民遭受嘅殖民同埋疾病嘅衝擊，歷史教訓都顯示咗弱勢文明往往係接觸或者被消滅或者同化。人類仲未
仲未準備好去承受呢個風險嘅。第三個難題係缺乏咗科學嘅實證，權威都紛紛反對。費米悖論提出喺咁大嘅宇宙度，如果外星文明真係存在嘅，點解到而家仲未有任何發現呢？馬里蘭大學同美國太空總署最新研究指出，人類技術局限係關鍵，即使外星嘅文明真係存在，亦未必會被探測得到。種種證據都說明，尋找外星人本身就機會渺茫。因此，人類集中力量解決地球上嘅能源危機、氣候變化同埋貧窮問題，而唔係冒險打開未知嘅潘多拉盒子。畢竟邊個知道攞住鎖匙嘅係我哋，定係發現新大陸嘅哥倫布，定係被奴役屠殺嘅印第安人呢？多謝大家。甲方見面所用時間為2分3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比賽告一段落，請大家留喺唔位稍等一下，現在給予時間評判填寫分子。計分期間，我哋先請評判發表簡短嘅評語。現在先請報讀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馬永文先生就雙方表現給予評語。是咪？好咁首先大家好啦，感謝賽會嘅邀請啦，都好開心咧，可以喺度睇到大家即係比賽。我覺得第一樣嘢咧都辛苦大家嘅，我覺得今場比賽係好高質素嘅一場比賽，咁啊雙方我都知道做咗好多唔同嘅準備啊，同埋今日嘅即係落雨天，大家都依然咧晏晝就食飯啦，係嘛？5點幾就係6點，都仍然抽空咧出嚟去辯論咧，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咁咧，我簡單係咪？因為啱啱主席都話要簡短地講評語啦，咁我都簡單地咧去講一講啊，我喺呢條辯題我嘅尋找係啲咩？即係大家就尋找外星人或者唔尋找外星人。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其實今日雙方咧都好有意識咁去扣緊一啲辯題嘅字眼嘅，即係包括甲方你會係咁好扣緊個現時啦，係咪？乙方咧你會好扣緊尋找係一個過程啦，係咪？咁你所以去大講科研精神。咁我就會尋找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邊一邊更加能夠去同我去分析或者去話俾我聽，究竟而家尋找外星人嘅過程，或者喺個太空科技發展嘅過程，其實係點嘅咧？即係究竟係風險係咩咧？用錢係咪成本係幾多咧？或者有冇成果嘅咧？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現時嘅呢個時間點啦。現時究竟係點咧？係一個咩嘅時機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好好嘅，雙方都有就住呢一兩樣嘢咧去探討。咁我各自分開甲乙雙方簡單去講講。我覺得我欣賞甲方嘅咧第一樣嘢咧係你哋好有隊形啊！即係我覺得唔同辯委咧，你都顯示其實你哋係好理解你哋貫徹始終成個主線講緊啲咩嘢。自由辯論嗰個起承轉合係好好，唔同辯委出嚟質疑對方嘅問題，跟住去收割嗰個立場，再 move on 落去下一條嘅問題，成個咧係一氣呵成係好好嘅，而且成個主線其實好貫徹嘅。一樣嘢個環境污染咧後邊就講少咗，係啦。咁不過喺嗰個風險同埋資源嘅嗰個比較上面咧，我覺得係好貫徹，呢樣係做得好好嘅。咁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地方咧，即係第一啱啱講，其實環境污染嗰個你係會去到後邊就選擇性就放棄咗啲啦，係咪？就大講你嘅風險，咁個比例可以平衡翻啲啦。第二咧就係咁，我對於你雙方嘅要求咧都會再提高少少嘅喎，係咪？咁第一就係個回應上啦。其實面對住人哋嘅科研精神咧，我覺得你哋今日未必有一啲好直接嘅回應，其實咁我哋要點看待嗰個科研精神呢？甚至乙方嘅立場其實甚至係話錢就唔重要啫，錢可以再揾，但係科研就不能夠放棄，係嘛？講到好崇高。
咁我覺得其實甲方可以嘗試一啲正面啲嘅回應啦。例如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過奧本海默，即係講核彈嗰個科學家，係啦，咁佢都好有科研精神，佢研發核彈喎，係咪？咁但係有科研精神嘅同時，有冇一啲禁忌我哋係唔能夠去觸犯，或者我哋有科研精神都好，我哋有啲嘢都唔好掂咧，係嘛？即係例如譬如基因嘅改造工程，我哋而家係都視為一個禁忌，好有科研精神，但係我哋都係唔好掂。咁會唔會同外星人有一啲類似，可以扣連翻你哋主線去做一個類比？譬如你哋今日講嘅風險，講嘅資源分配，係嘛？咁如果佢可以扣連得到嘅話咧，職場嘅回應就會再多少少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面對住今日人哋講未雨綢繆嗰個位咧，都可以再多方面啲嘅回應嘅喎。因為譬如人哋主編已經講係嘛，近期我哋大家都成日睇啦，美國出咗嗰啲不明飛行物體嘅嗰啲相啊嘛，咁就確實好似真係有外星人喎。咁其實呢個又會存在一個邏輯嘅問題啦。如果其實而家都證明咗，咁使乜揾咧？係咪先？即係咁唔使尋找啦，因為佢已經有啦嘛。咁你講嘅未雨綢繆就唔係尋找咯，我哋係應該準備武器咯，即係準備啲飛彈點樣佢過嚟嘅時候我就射佢，擊落佢嗰個飛行物體咯，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啲位置上，如果可以再職場啲回應多少少咧，咁嗰個進攻就會更加豐富啦。咁呢個係對於甲方，對於乙方嚟講咧，我覺得好好就係、即係你嘅主線個鋪排，我係好欣賞嘅。即係由你都好靠緊現時就啱啱美國出嗰啲相，你就即刻攞嚟做一個論證，鋪排到落去嗰個科研入邊尋找係一個過程，唔等於我一定要證明佢係咪存在。咁呢個亦都係好貫徹住。於是你嘅結論就係大講一個我要科研精神要探究，我哋唔可以放棄係嘛？唔會因為我有恐懼而外星人唔嚟㗎嘛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貫徹始終嘅。咁所以相對咧，對於你哋嘅要求又會高啲嘅時候，我又會再諗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其實有啲主線嘅位，我覺得你可以放大啲，或者攞翻喺後場攞去用嘅。尋找你哋主編有講分主動被動嘅喎。人哋成日都講嗰啲，其實會唔會係主動嘅尋找？即係我要喺整個太空站我要射火箭，會唔會係一種主動嘅尋找？咁被動嘅尋找又係點咧？會唔會就係射下啲電波啊，係嘛？或者係等佢過嚟？既然你哋都講到，喂，而家都已經有啲不明飛行物體喺個地球周圍飛緊啦。咁嗰種被動嘅方式，其實會唔會慳到成本，又亦都符合到你哋講嘅科研精神同外星人交流，甚至係未雨綢繆咧？我又會有興趣聽多啲啦。甚至你今日好講科研嘅精神，我覺得係好好嘅，亦都有引一啲嘅例子，即係居里夫人啊、咩加加林啊嗰一啲嘅例子去做類比。咁我又會好奇啦，其實喺一個太空嗰個探索嘅過程，有冇一啲具體由個精神落翻去一啲成果，而真係有出現到我哋唔係空談，我哋唔係真係嘥咗錢嘅一啲嘅例子咧？咁如果有嘅話，就可以好啲去回應對方今日不斷對你話嘥錢係咪？咁多問題唔處理，無端端抌落個黑洞咁樣係咪？會唔會我哋抌落個黑洞真係有嘢翻咧？如果你能夠講到，其實我覺得就更加好啦。或者係有冇一啲針對住人哋係咁講錢其他嘅方案咧？即係譬如其實你哋又好好講嘅 SpaceX 啊，或者非政府嘅一啲商家，其實佢哋都可以探索嘅人類啫嘛，冇話政府啊。咁我又期望你哋可以。如果講得多啲咧，對於對方嘅回應就會有多啲咯。係，但係我覺得總括而言咧，今日嘅即係以一個小學變嘅比賽嚟講咧，我覺得係相當之精彩嘅，即係甚至係勁過中學生嘅水準。你哋做嘅功課，你哋嘅對戰，你哋嘅表達嘅流暢嘅程度，所以我諗係無論邊隊贏都好，我都希望咧，即係你哋可以繼續辯論啦，係咪？就唔使尋找，你哋已經辯論緊。咁亦都同時就係尋找快樂辯論啦。咁啊，將時間交俾其他嘅評判，感謝大家。唔該晒，現在再請中華基督教會明基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潘寶儀小姐就衰風表現給予評語。好，辛苦晒各位，都辛苦晒頭先位評判啦。咁咧到5點半啦，都夜啦，大家都想食飯啦。我講快少少啦。想問一個問題啦，問下台上邊員啦。你哋覺得尋找外星人係咪一定要揾到？唔係，你哋咧？證據。即係咪一定要揾到先叫尋找？唔係。係嘛？唔係，冇錯啦。咁所以咧，頭先我覺得各位評判講得非常之好啦。就係、其實咧，我哋揾咧，我哋係咪一定要
即係好似佢哋咁講，我哋要揾即係整個太空站咧，其實唔係咯。你當我擺一個望遠鏡喺度，佢路我就睇下佢有冇路過。佢路過嘅話，我捉住佢，就叫揾到啦，影張相。呢啲係咪都要尋找？係嘛？咁我哋要用嘅錢係咪好少啊？咁佢係咁捉住你啲錢嚟講，咁你咪同佢講我擺個望遠鏡唔得。同埋咧，我覺得你哋最強嘅一個地方咧，就係你哋嗰個科學精神。其實咧，今日咧佢同你講好多錢嘅嘢啦。佢話我哋好多地方冇錢啦。咁但係其實今日除咗研究太空，我哋係咪其實仲有研究好多唔同嘅嘢？譬如研究植物，我哋研究唔同嘅花。咁樣其實嗰個係咪用咗好多錢先？咁講真，我唔研究嗰啲植物嘅話，你有冇飯食啊？有噶嘛，係咪啊？都有嘅，仲有嘅，係咪？都有嘅。咁我哋係咪一定要研究嗰啲嘢先？唔一定噶嘛。咁所以我哋人類之所以不斷要進步，就係我哋可能做呢啲望落未必有用嘅嘢。咁但係咪我每一樣嘢都一定要追求有用先？唔係啦，係咪？我著衫我可以1年365日都着一件，點解我要買唔同嘅衫？有冇用啊？其實冇用噶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呢個咧，我就係覺得你哋可以同佢呢個就係科學精神捉得非常之好嘅一個位置。咁但係咧，我要講一講辯論技術上面嘅問題啦。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對面咧係好一副啦，非常之聰明嘅。佢哋係俾咗個定義嚟，同你講現時咧，我要5年內，你唔可以同我講好現時100年都叫現時啊嘛，唔得，佢捉住你一定要同我講5年內喎。咁冇錯，呢個就係你哋最驚嘅地方啦，因為冇人可以保證5年內一定揾到啦，係咪？我5年內我可能連嗰個太空站都真係未起到出嚟，係咪？好啦，咁咧你哋主辯就同人哋講話啦，我哋要科技成熟咗呢個前提，咁我就會諗啦，咁其實你係咪有少少自爆咧？因為你哋都唔夠膽講話而家科技係咪成熟咗？但係你哋話科技成熟咗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去揾㗎啦，呢個係我哋嘅前提，咁咪即係唔係現時咯，係咪？係啦，呢一個就係我覺得你哋會有少少自己打咗自己嘅一個地方啦。咁咧跟住咧我覺得冇辦法用錢衡量講得好好啦，但係咧有一個地方就係、你哋有一條問題咧係問咗全場嘅，就係、有科同學，你到底要原地踏步定係進步啊？嗱，如果我係甲方，我會講咩咧？我可能係原地踏步，但係你哋可能係退步咯。你哋用咗更加多錢去研究太空，然後最後都係得個吉，可能你哋係退步咯。咁如果原地踏步同埋退步嘅話，我揀原地踏步，起碼我唔會令件事更加差先。點解你哋一定係進步先？我覺得你哋根本就唔係進步，係咪？係啦，而呢一個問題咧，你哋由主辯開始問啦。好，主辯問完對面唔答，一副繼續問。好，一副問完對面唔答，二副繼續問，對面都係唔答，自由辯冇晒時間啦。對面有方同學想問翻你哋個問題，冇人答到你哋啦，小朋友。嗱，所以自由辯咧，如果剩低時間咧，對面已經回應唔到你嘅時候，唔好問佢問題啦，你哋直接總結佢哋。佢唔答係點啊？佢唔敢答咯。佢夠膽答，佢一早答咗我啦。我主辯開始問我，佢係唔夠膽答，因為佢哋自己都知道佢哋咁樣係原地踏步，我哋係進步緊。你要咁樣去屈對面㗎嘛？如果唔係你係一直問咧，我係一個評判，我唔會加分俾你咯。但係如果你發覺佢一直唔答，咁你去屈佢，屈你哋想要嗰個答案啊！你哋加上佢哋話sorry， 我哋原地踏步係咪？屈你哋想要個答案，你哋就會有分啦。OK， 呢個咧係要講清楚嘅地方，然後甲方啦。嗱，我覺得咧你哋今日咧係真係非常好，非常脈絡清晰，但係爭少少就係、我會想聽多少少更加貼地嘅嘢，即係你哋係由頭到尾講咗話呢個要使好多錢，嗰個要使好多錢啦。但係咧你唔係好描繪到俾我聽到呢個100幾億佢帶嚟到啲乜嘢？即係個100幾億對我嚟講只係一個數字咯，我從來我1億都唔會有啦，咁我唔會知100幾億到底係幾多啦，係咪？但係如果你同我講話如果我呢100幾億可能攞去一啲好窮嘅國家，佢可以幫到幾多嘅小朋友，令幾多個小朋友由冇嘢食變到有書讀、有衫着咁樣咧，咁咧我就會 feel 到我到底原來呢100幾億嘅價值係乜嘢，而唔係單係同我講一個數字咁樣咯。咁我覺得你哋 free 即係自由辯啦，你哋講自保嗰個位置係非常之好，因為話有方同學先會殺你喎咁你都打唔過佢啦，倒不如我用啲錢嚟自保係咪？我覺得呢個位置做得非常之好，係啦，大概係咁多，唔該晒。唔該晒，最後再請香港大學李兆基堂中文辯論隊隊員容雅琳小姐就雙方表現給予評語。係咁，今日咧我覺得兩方都做得好好啦。咁即係以小學生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高質素嘅比賽啦。咁我覺得甲方做得好好嘅位係見到你哋其實全場你哋
幾個都係有扣連翻個主線啦，咁你哋每個都好知道自己應該係要打咩位啦。然我覺得特別打得好個位就係你哋好扣緊現時呢個位，即係你哋係咁同佢哋講話點解而家唔應該揾呢？咁你都有講到係好多，例如而家單仗啊，然後環境有問題啊，聯合國唔夠錢啊，咁呢個位再套翻落去，你哋覺得係打嗰個位就係資源唔夠，咁我哋點解而家唔解決咗呢啲問題先？然後我哋要去揾外星人呢？咁我覺得呢個位都做得好好啦。咁呢，但係呢，見到你哋後面呢，有係咁講嗰個黑暗森林嗰個論據啦，咁樣啦。咁我覺得你哋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我哋點解而家唔 ready 先，即係點解我哋而家個科技係未成熟到可以去揾呢樣嘢，會令到我哋陷入危險呢？咁呢個位可以講多少少啦。然後都可以講少少，可能揾外星人會帶嚟啲咩風險？見到你都有用到哥倫布個論據，都幾好嘅呢個位。然後乙方嘅話，我見到即係對面咧咪係咁打，同你哋打成本嘅，要用好多錢啊嘛。咁你哋嘅一副都有講到個位，就係其實係人類應該揾外星人，即係唔一定係政府專利噶嘛，即係唔一定係要靠政府去揾噶嘛。咁我覺得就可以打多少少呢個位，咁樣你咪可以幫到人哋，即係成本呢樣嘢咯。咁即係可能政府嗰邊就可能解決啲問題啊，然後我哋可能有其他商業嗰啲都可以發展去揾外星人，咁咪雙贏咯，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位都可以打多少少啦。然後我都覺得科研精神個位係好出嘅。然後但係呢，喺未雨綢繆方面呢，聽到你哋嘅自由辯論咧，有講多一句就係話你哋點知？你問甲方啦，你哋點知外星人一定係有危險啊咁樣？但係咧，你哋個未雨綢繆個 point 就係講，即係有少少可能講話，咁如果外星人會殺我哋啊，或者帶嚟危險嘅時候，我哋知道多啲嘢啊嘛。咁但係另一方面又唔知道外星人係咪真係有危險喎？但係另一方面就話要去。即係去自保啊，去探索多啲嘅話，咁呢個位就可能有少少矛盾個位啦。但係整體嚟講，你哋即係兩邊嘅反應啊，或者無論啲咩都好做得好好啦，係。現在由我宣布賽果。首先，今日甲方嘅最佳辯論員係結辯何文漢同學。而乙方嘅最佳辯論員係一副鐘卓希同學。至於今場最佳自由辯論員係甲方嘅自由辯論員黃思清同學。最後宣布今日嘅賽果，甲方得票為3，乙方得票為0。換言之，今日勝出嘅係甲方港大同學會小學。恭喜晒！今場比賽到此結束，我哋下輪賽事再見，多謝大家。